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喺2026年嘅年頭，我哋就去咗日本同返香港。去日本嘅時候，我哋都安排咗自駕遊。而今集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喺澳洲裏邊點樣申請一個國際車牌，令到我哋去到日本嘅時候都可以順利自駕遊。今日就會同大家分享究竟申請呢個國際車牌需要啲咩文件，而申請嘅方法亦都有兩種。大家睇完之後，你就可以揀到邊一個係最適合你嘅。澳洲國際車牌簡稱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IDP）， 一般就由呢個發行機構 AAA（Australi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去發行嘅。而喺澳洲，喺唔同嘅省份，其實負責機構咧都係唔同嘅。即使係咁，你都可以首先去呢個 AAA 嘅官方網站遞交你嘅申請。申請呢個 IDP 咧需要澳紙53蚊，而呢個費用咧係未包郵費嘅。去到呢個網站，我哋可以拉落去，然後就入返我哋究竟想去邊度自駕遊。例如我今次嘅打 Japan， 跟住佢就會顯示返出嚟。如果我哋去日本嘅話，我哋係需要呢個 IDP 嘅。咁右手邊咧，仲有一個 alert 嘅位置。咁每一個地區咧，佢可能有少少 restriction， 大家咧就要注意返呢點啦。咁我哋依家就開始申請，撳 apply， 然後咧就可以見到呢個 IDP 有效期係12個月。咁拉落去咧，我哋仲可以見到我哋需要準備啲咩文件啦，要填返一張 online form。最後咧可以揀返 in-store pickup 或者係 delivery。咁 in-store pickup 咧只限某幾個 state 嘅啫。申請呢個 IDP 需要嘅文件非常之簡單。第一就係你自己一張相。咁我自己已經試過，我喺 upload 相嘅時候，我係用手機揾一個白色嘅牆，就咁 selfie 咧，佢都可以接受嘅。第二就係你個 Australian Driver License。咁一陣間我哋 upload 文件嘅時候，我哋係需要影返正面同埋背面你張 Australian Driver License。咁依家咧，我哋就一定要 get it ready。而最後咧就係關於 payment 嘅方法，咁我哋都要準備埋我哋張 credit card，因為我哋係會直接俾埋錢嘅。另外佢個網站亦都有講返你張 photo 同埋 license photo 一啲 requirement。呢度我就唔特別多講，其實都係一啲簡單基本嘢嚟嘅啫。咁我哋而家開始申請之前呢，記住要揀返我哋所屬嘅 state， 然後撳 apply now， 然後就填返你嘅個人資料，包括你個名、出生日期、出生地方、email、電話。再 upload 返你張相，driver license 正面同背面嘅相，然後再填返你 driver license 嘅基本資料，包括你嘅 license number、license class、license expiry date、state of issue 同埋 address。最後就揀返 delivery method， 揀返你想郵寄嘅地址。大概3日工作天呢，佢就會幫你寄出㗎喇。最後申請費連郵費埋單澳紙64個4。除咗網上申請之外，其實你仲有另一個方法可以即日拎到你個 IDP。以 Melbourne 墨爾本嚟講，我哋係可以親身拎齊文件呢，去 RACV 嘅 retail store 裏邊去即時申請。我自己都試過呢個方法，親身去門市整呢個車牌。
不過大家記住留意，你一定呢要帶齊文件，最重要你一定要拎好你張證件相。如果你真係冇帶證件相，佢哋即場都可以幫你影張相，不過呢，佢哋都會收費。呢個費用呢，我就唔係好記得，但係印象中呢，係同郵費大概12蚊，有4至6張左右啦。成個過程如果冇人嘅話，大概10分鐘已經完成。如果你比較急，想盡快拎到你嘅車牌，去門市整呢個車牌就最適合啦。